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礼拜过5分钟以后要开始吼。你开始进前吼，先甲大家报告吼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奉献袋放伫第2个条仔后壁面哦，请家己将家己的奉献放入去后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小等的奉献的时阵，奉献袋由那个文林执事来负责收回到台上来，这样子。喂。这时，请咱同心来敬拜上帝，请走暗未倒。
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搁爱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敢若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又稳又定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入来我会行。万国啊，恁着学罗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，恁着学罗耶和华。即时，咱来吟诗学罗上帝。即时，咱来念上帝10条诫来告白咱的信仰。请看信息的头前的10页啊，咱齐声来念。第一诫，第二诫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毋论伫天顶、地上、地下的诸位，也毋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论着反对。我和我跪伫伊的罪，到爸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守我诫命的，我是阮予伊直到千代。第3代，咱你上帝的名，因为灿烂伊的名的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你做无罪。第4届，就得着安息日守伊做事，6日内就应该着活，做你一切工。到第7日，就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女婢、精生，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厝外人，一切工拢毋通做，因为第日来耶和华创造天、地海甲中央的万物。第7日就煞，我赐福着安息日，7日你做事。第5届，孝敬你的父母、你的老母，互你的儿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，拄着久长。第6届，毋通害死人。第7届，毋通行奸淫。第8届，毋通偷窃。第9届，毋通做假的见证，陷害你的厝边。第10届，毋通贪你厝边的厝，也毋通贪你厝边的女婢、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。这是咱担心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我们学罗你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知影一切需要。我们遵守你一切的诫命甲旨意，得到你的保护甲疼叹。圣灵啊，求你降临着阮的心中，大大来充满阮。求你，互阮的心流出你的疼、能力、喜乐、平安，互每一个人接触阮的人，拢会得到这个祝福。主啊，我来将我的国家、社会交托予你，求所有信主的人会使将你的福音传遍台湾这个国家，有更较侪的人会使实在这个福音。也求主继续赐福咱的国家的执政者，有更较侪智慧甲能力，互台湾的这疫情的解封，
也是经济问题，拢会使得到改善甲进步。为着南部的水灾的疫情，求助四号，让这疫情会使减缓。阮伫这个所在，也为着本教会的建堂的事工来求助来领带，也为着身体欠安、有烦恼的人，也求助来带领。求主的灵敏伫你的身躯顶，互因看到主的灵敏甲医治的大快乐。即时也愿圣灵降伫咱的中间，求你的话会使透过蔡崇义长老的喙，互听的甲讲的，拢会使得到利益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即时咱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27节到32节。现着我来读。路加福音15章27节到32节。伊甲伊讲：恁小弟来啦！恁老爸因为得着伊好好倒来，所以杀迄只肥的驴仔。大囝受气，毋入去。伊的老爸出来劝伊。伊应伊的老爸讲：你看，我服侍你遐侪年，嘛毋捌违背你的命令，你也毋捌互我一只羊仔囝，通甲我的朋友相甲欢喜。总是你的即个囝交陪娼妓，一尽破坏你的业，一个倒来，你着为着伊杀肥的驴仔。老爸就甲伊讲：囝，你常常甲我伫地，凡我所有的拢是你的。若是你即个小弟死有搁活，失落有搁得着，咱应该着欢喜快乐。以上，即时咱要请蔡崇义长老来分享。伊的题目是爸甲囝。老爸甲伊大囝讲：你这个小弟是死有搁活，死了有搁得着，咱应该着欢喜快乐，三甲来祈祷。嘛，主我上帝，我真欢喜，感谢你，你有创造阮一个老爸来照顾阮。伫天父阿爸爸，你有当作阮是你的囝儿，每一个顺顶伫阮的顶悬，祝佢愿平安祝福。伫每一个做老爸身上，也伫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子女的身上顶悬来祈祷，我只所记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即个平安，我顶礼拜走伫遐，我家己看看咧吼，连我面都看无吼，所以礼拜我才都换伫遮间倒。因为吼，若戴口罩间倒，这种会雾气，所以讲这样摕起来。每一摆若煞到聚会时阵，心里都非常欢喜。总是我面前。一礼拜讲道，心内有较复杂，因为我老爸无伫咧啊。我是每一个人，拢有一个老爸。我每一个人我嘛足欣赏呢，像我若看到李牧师讲我的老爸，李牧师活较健康咧，20冬后。我看到每一个长辈时阵，我的心里就感觉讲，若今仔日我的爸爸搁伫咧，毋知要偌好。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大家拢非常熟。浪子回头的故事自自以后听到大汉，咱重点拢伫即个浪子回头。咱重点拢咧讲浪子回头的时阵，咱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？咱应该用什么款的心情来对待浪子回头？总是咱有袂记一项代志，就是讲，这老爸角色咧，这大囝角色。咱老同过，咱即次甲咱读的圣经安尼讲，伊的老爸讲，你的兄弟倒来啊啦！你的兄弟倒来，你老爸因为伊倒来时阵哦，杀一只遮肥的牛公，来庆祝伊。这是了尾仔囝呢。伊甲因老爸爸爸讲，甲因老爸讲，爸爸，我的财产一半分互我，转出甲开互了。花天酒地开甲了的时阵吼，他讲安尼无都无通食，无凊彩来夹猪啊，夹猪啊抢食嘛好。但是讲我的老爸伫厝里，只有好囝，无搁倒来找阮老爸。咱无通写摕来做个浪子呢，咱带目口流浪。
突然有一日想着讲，无我倒来见我的天父咯，我爸我倒来见你，拜拜欢喜无？足欢喜的，足令人欢喜的。伫龙珠回答故事的时候，咱真正会当深刻体会到，这老爸仔是主爱无溺爱啊。伊讲你头太无溺爱，将财产拢分互伊，安尼毋是有溺爱无？这老爸讲你应该得份业我互你，你家拍拼，好歹是你家去奋斗。总是有一个上重要的，老爸本身对伊疼，永远无改变。所以每一下仔咱一定爱去真哈，咱要有主爱，但是毋通溺爱。因为先去甲咱讲，上帝造女儿，咱的子女是上帝互咱的产业，因为上帝要赐福伊，伊毋是咱私人的财产啊。咱定来看。爸仔囝吼，爸母吼，加遐子女足紧张的啦。讲我叫你安尼做，你拢无听我的话。伊本来就使无听你的话啊。总是你爱上重要的讲，你安怎管教伊，互伊成人，互伊有信仰，然后你就免惊讲，伊会去报了毋对伊啊。所以上帝所疼痛，伊一定会管教。阮迄两只高山啊，即马对婚礼，昨团一个影片来，阮逐个笑啊，两个咧抢玩具啊，抢咧吼。转年姑姑讲，两个都去罚站，即两个拢去罚站，罚站了后拢今天不能玩玩具，两个都乖两个坐伫遐看册吼，迄画面好感人呢。两只高山都乖坐咧看册，毋知看无啦。倒我边倒因了无听，倒看册。爱管教，我第日甲鼓掌叫好啊。阮做要到对他传我讲，爸爸军事化教育哈。我以后我再管教小孩，你不要插嘴吼！我拢感觉就唔甘的你啊，特别咧甲美国落去啊抱咧，不行吼！因为特别咧讲囡仔吼，即摆我两个锁大房间，好去骂啊，无会冲动走出去。但来管教啊，上帝咧管教的时阵，上帝甲咱讲，上帝管教的时阵，你心内无爽快啊，啥物人要用管教？总是你也会知啊，上帝管教，互你行伫义路啊，互你行伫真正做人应该行的义路啊。所以上帝所听，伊一定要管教。伊咧管教的时候，咱一定要知，咱教咱的子女吼，咱来慈爱而不溺爱，咱来严格而不是严酷。说到严酷吼，我感觉这为着奥林匹克，即摆最近才开始，奥林匹克开始了后，咱有看到昨有一个14岁，叫做金什么蝉吼无吼，迄个跳水冠军得到满分。讲即句话吼。我听到目屎是足咁好的呢，全姓全金蝉呐，全金蝉。14当，伊到14岁，伊讲我毋捌行到任何的游乐场所，我毋捌去过儿童乐园。14当内面拢啊跳水，跳啊满分。因为我家境足歹，我的老母咧艰苦，我希望会当趁，为着安尼我趁寡钱来医治我的老母。14岁囡仔呢？自细就讲我要趁钱来医治我的老母，我听到感觉讲当然有人讲这是什么体育机器，有诶无诶，总是人14岁囡仔讲，我为着要趁钱医治我的老母，我拢牺牲我家己要求，我拢无完全任何活动，我都逐日来跳，我毋捌去儿童乐园，毋捌去动物园，可能我对中国人并无任何怨恨，我足疼因的。我较袂认同是中国的政府哈，我感觉中国人民嘛足可爱。我看到前一场即个代志时，你心内感觉足令人讲好心的啦。哎呀，老爸叫老母，那咱做爸仔囝的时阵，咱看一世人爸仔囝做伙交一个咯，一个查某囝，伊要嫁一个吼。因老爸讲毋通嫁伊啦，这个人吼，这个跋筊，这人放荡，这根本都无需要嫁伊。都毋知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咧，伊都硬要嫁伊咧。因老爸讲你要嫁我，吼，你要嫁伊吼，你出这个家庭，你毋通搁入来啊，毋通搁去我看到。这查某囝讲，无你看到，无你看啊，两个都出去。结果了无偌久吼，生囡仔，家境足歹，因生时根本都无咧顾这个家庭。伊若无知影了，拢甲讲查某囝，你有闲吼，你着带囡仔倒来，我安尼加减甲饲较好咧，你食一个较好咧，佮同你看物件对。
爸爸毋是足气我的，不要紧啊！你若倒你爸爸若无伫咧吼，我就卡片互你，你就倒来。好，因查某囝定定对。有一日拄啊，小用落大雨咯，咱最近咧落雨，就啪啪啪啪就定来落大雨落来。落大雨落来时阵，因查某囝我爱落雨啊，无死咧妈妈摕咧，我赶紧倒来看囡仔，因物件摕咧，都撞着因后爸伫遐咧淋雨啦。伊后爸讲爸爸，你毋是处理，用查某囝，后爸你倒来吼，毋免叫我处理啦。特别为着你要倒，我喺大目口散步足久诶。即边落雨，我阁袂去摕雨伞，难保规身躯拢撞雨。你倒来，爸爸足欢喜诶啦。迄爸爸迄是讲气话啦，我哪有可能无要互你倒来？这就是老爸啊！老爸表面上我感觉足严格，我感觉足严酷诶。其实老爸是心内是足认听你诶啦。咱对老爸的心肝来真正从细汉落雨时，甲你爱到大汉的时阵，因为足希望看到你。然后每一个是慈父而不严苛，所以讲老爸甲伊查某囝讲，后爸你倒来时阵哦，你甲我讲，我会搁特别准备较好互你食。对咱对子女要为了信用，甲伊成就，有信用就有成就。迄个成就，比如讲社会上地位的成就，迄个成就是讲你做人的成就。那有一个信用的成就，咱若搁看头前咧落较好，伫头前的时阵，你就甲伊讲，哦，即个浪子哦，放荡子哦，去目口安尼，已经安尼巴肚枵啊，足艰苦，要甲猪肠食了落来。伊甲伊老爸讲一句啥物话呢？阿爸。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我无配，我无迄个资格，搁做你的后生啊！即句话咱通听出来是啥物？这个老爸普拢是吼，有介有信用啊。所以伊三讲有一个上帝伫咧，搁上重要是啥？即个家庭有温暖啊。所以伊肯倒来，咱足侪人吼，我咧做法官做遮久吼，有当时讲即个囡仔啥都拢无要倒来。伊讲阮兜都根本都无倒来，我对拢一点仔温暖都无。伊拢感觉温暖呢。我讲咱伫即边奥林匹克时阵，咱看这少年哦，林如有诶无迄19岁尔吼，我感觉咧讲话安尼啊，足善良诶。啊，你看迄个林良配，要进迄个第三四名诶总统牌迄阵吼，啊拍赢迄个印尼世界排名第1诶，结果是拍赢诶人走去安尼，吼，迄个李阳一直甲顶头甲顶死诶。好，印尼诶人拍输伊讲2个咱咧，印尼诶讲哦哟，透遐有礼貌诶国家。咱看咱台湾这少年一辈吼，你会感动呢？大家拢袂骄傲，拢足谦卑的。看咱入去时阵吼，不管是输大嘛甲鼓励，输嘛甲鼓励，讲虽败犹荣，虽败犹荣。咱无讲你输，你现在会使输，你输莫倒来啊？无呢，虽败犹荣。对咱这少年时阵吼，咱看咱咧教会。迄阵迟早吼传一个影片，华服。好，迄个影片的时阵吼，伊佫甲咱问讲，互你去看讲咱教有一个青年伫遐无？西门吼，看一部影片，当开始西门，一个查某囡仔走出来，我看，就是严芳芳啊！严芳芳，你家去找看啥物人吼？我看你来看，啊，咱教会青年，哦，华服哦，我伫台南的时阵吼，跟道上人足济，创世纪什物叫瑞夫。我看到足趣味，咱青年有投入这时间啊！咱看到真侪代志的时阵，我向落来的时阵，看到一只扑鳗，你确定吼去甲摕看觅迄偌重的呢？哦，一只扑鳗，迄猪工哦，猪工的钱，兼我讲新年吼，新年兼的钱，猪工用安怎？我看咱教会青年足可爱呢。咱有一个群主吼，足趣味的。迄群主叫做小恩深夜便利屋，我拢感觉讲，迄个书我毋捌啦吼，真正书我毋捌，我家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所以我感觉这查某囡仔足可爱，这查某心一定足好诶。伊咧看特别人讲我来了，啊用一个足卡哇伊诶相片，啊我来了，啊一头人安尼甲字啊，安尼足暗示诶，伊咧讲啊恁请恁稍等咧，啊恁来忍耐吼，恁来我随替恁款。我看比如吼，总甲讲，咱台湾的林良配料一个台湾的 T 恤，讲啊，甲阮订这 T 恤，我要互阮家人。结果看下骹水甲印一句讲，啊，我是不是你的家人？那个配主说，你当然是啊。那种对话，你会觉得说，这个家庭是温暖的，这个家庭是他喜欢的，
我虽然一个少年囡仔，安尼遮尔样无用，总是我倒来时阵，才做这个工作，毋是啥物大事业，总是我尽我的心去做。我尽我的心去做这个工作的时阵，你就感觉讲啊，这家庭是温暖，这个查某囡仔足快乐的。我感觉我真正咱的信仰是上重的是安怎呢？咱爱留咱的信仰互咱的囡仔。有一日若跋倒，总是伊会想着讲啊，我要倒来找我的老爸。有一日伊若失迷，我要倒找我的老爸。这真水的一样代志啊！所以咱自细的时阵，都爱互真深的信仰。你讲我不平袂？我嘛是不平啊！我的老爸吼，从小就敢放咧呢。总是我慢慢大汉的时候，我才知影讲，佫好佳哉咧。30岁上帝要我调去啊！我老母要甲我讲一句话啊！我讲是安怎他会常常无看到恁？阮两个敢若上帝囝咧，拢常常摕啥白饭去四个去人讨要赔咧啊！敢若去食咧，无去遮大感情拢做好。地中啲牧师常常嘛讲，多就攞地皮吼，等下阮去通交地皮，配了地皮啊咧。阮两个拢家摕换去安尼。叫别底饭啦，底饭摕去因兜食，足紧诶。地中啲牧师即摆退休吼，因来教会。阮老母甲讲一句话啊，讲你这老爸吼，30岁上帝要甲调无去诶呢。自然开始迄阵上帝甲调去吼，我凭我是讲国民学毕业诶，我逐日做工嘛是做甲无眠无日，你嘛是看无着我。你阮拄着你还当看到你老爸老母，你应该是爱感谢他对啊，感谢上帝啊！阮对上帝做工是应该啊。你看人讲你老爸无去你佫看无着我，你著想我佫愈歹，有影呢，事实啊。所以我为了咱毋捌怨人过啊。我来当看到阮的老爸拄着看到我老爸老母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我迄上帝用。咱最近看到即个相片啊，咱咧坐咧电视迄头有无？动员。爸仔囝两个呛啊呢！我真足想要去遐讲吼，我都惊无熟悉。迄边迄个罗俊贤，无咧甲因找迄个罗俊贤嘛是阮家高中的结束校友。伊嘛是阮坡仔骹同乡会，我实是想讲当着机会要甲讲者讲吼，恁兜若遐济钱吼，着爱带只冤家吼，是毋是来罗捐？学迄个比尔盖茨家迄个咱来罗捐，你是毋是吼足侪教育拢欠钱的，足侪慈善机构拢欠钱的，恁这钱吼，都莫冤啊嘛，拢甲显现了出来。无想讲你留一成，你就足好生活啊，出来甲显现出来，安尼报酬伫天啊！冤案的时阵，佫一个恁水看遐吼，电视出来写一句啥物呢？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啦。哎呦，拜托咧！电视特别甲你写呢，讲因拢足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冤枉看。我今日要出来时阵，我听到好消息，那个天韵诗班咧唱一首歌，下骹有一个字幕出来讲永光化学公司甲赞助。咱伫迄个扶轮社，伫迄个读经会啦，伫迄个扶轮社，伫足侪咱教会吼，即个刊物的中间，基电会永光化学拢有咧赞助。我想，我若有机会，我应该去遐说倒车。即个我毋捌，总是我知讲，长期以来，咱教会事工，因费足侪心的啊，因真正咧赞助因啊。我无看到动员吼，到底赞助啥物机构？咱的恩友中心到底因有咧赞助无？我足想要去甲问的呢。我要熟悉这个大企业搞足紧的，我足有时要想讲，你若遐济钱吼，着爱倒只冤吼，拜托咧。你遐钱分我上帝毋知会使袂？你为着遐冤，阮老爸老母对我上大讲的，就是因拢无分钱互我，所以讲我三兄弟拢袂冤家。你本来你弄遐济钱，你看到逐个咧做这逐日报纸拄看，拄写大家拢知讲伊是虔诚的基督徒。哎呦，虔诚基督徒就大家冤哦。这安尼会用，讲咱传道理的时候主动袂会啊。咱传道理的时阵为着虔诚基督徒，就遮个我咧叫做虔诚基督徒。第三，咱来包容，莫怨啊！你看，咱看到的时候，三里乡诶，即句话真水嘿。来，咱先看考试大来做来一遍。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老爸是足无意思的呢。这放荡主，财产开了，吃喝嫖赌，甲你开好了。可能是规身骨垃圾里头，因为甲猪困做伙嘛。垃圾里头，你逐日倒喺遐看，
哎呦，伊毋知有倒来无？哎呦，伊毋知有倒来无？哎呦，有看到做啥动作？你会发生你啥呢？走去啦！啊，你著吹甲烂咧啦，动了慈心啦，啊，甲烂咧，啊，甲伊甲针。哦哟，安尼敢对？啊，这放荡主呢，应该是摕一个扫帚银嘛吼，你倒来，你甲我倒来，你还甲我歹得丢咧，毋是呢？动了慈心呐、啊！对不起呢，哈仔，你被人看到那是动了慈心呢，迄是偌水的一项事呢，伊的心足令人欢喜，看到你，哦，咱今日看到你做咧，伫线上兄弟也相共哈，你若伫咧做礼拜做家庭的这段，上帝嘛动了慈心呐、啊！你回到伊的怀抱，注意你家三个做礼拜敬拜，哎呦，上帝动了慈心呐、啊！你想这老爸对你好袂？咱的宗主今日嘛有来，宗主咧工课的时阵，伊做第一项项为啥物？祈祷，大家替我祈祷，大家替我祈祷。伊出乎意料的，一困啊就好啊。咱别人讲可能我医生讲可能啊医足久，人伊随好。毋然安尼你看讲话行动，啥物革评伊就搁较好。礼拜日伊嘛照常来。上帝动了慈心呐、啊！上帝只要动了慈心，你就会得到他的恩典呐、啊。你不要说上帝每天在这边等你，啊，你连理他都不理他，你叫上帝怎么动了慈心？那这边的奥林匹克的时阵，有看到一个卡达的选手，甲一个西班牙的选手两个跳高，两个拢跳过2.73偌济，啊，两个跳吼，啊，分数变悬。因为早迄个西班牙的、迄个意大利啦，早意大利迄个选手脚有受伤，若搁跳，伊绝对赢伊。跟咱迄个卡达选手吼，去甲迄个裁判讲，啊若我吼放弃，伊放弃，啊我嘛放弃。迄个意大利想我若跳袂赢都放弃啊，我若放弃是毋是两个人可以并列金牌？奖金平分啦，两个拢做金牌啦，拢做金牌，啊，但是奖金吼平分。迄若我若是讲，好不容易得到奖金嘞，我家己得到金牌就好嘞。伊讲去遐讲，裁判讲。想想咧讲，要么这个代志发生咧？我讲可以啊，如果你们两个都放弃，最后两个都是金牌，哇，两个欢喜啊！咱看迄个画面吼，因为今日这泡泡就足早就摕出来，咱无当个顶解啊！哦，看到迄个画面足令人水。就叫我想着讲，2012年迄个奥林匹克举行比办了，得到铜牌一个选手叫做穆泰，哦，这肯尼亚的选手吼，去参加西方。亚界自助区，迄奖金足悬的哦，爱比赛，伊嘛拢走伫第一名，拢走伫头前，啊，走到踮要到10公尺的时阵吼，离终点站踮10公尺，有人都爱伫泡泡啊，伊想讲啊，你已经到终点站，咱停落来，手举起来，接受大家欢呼啊！去后壁迄个西班牙选手吼，看到毋对，讲毋是呢，还袂够呢，甲比较讲，还袂够咧，迄若我甲超过就好啊，我就变冠军啊，转甲杀。怎啊杀杯行？伊讲你才是冠军，佮10公尺人甲杀到好前，你得到金牌，佮较重要是安怎？你要得到你的心呐。所以人生上神圣的所在是啥？听加接纳。咱就看这个老爸听伊的细汉囝，听这个放荡主接纳伊。咱的天父嘛相共，今仔是父亲节。当时袂记咱的天父阿爸爸上帝用听加包容来接纳你，这个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听加包容，咱每一个人无需要互相轻分，因为老约翰甲咱讲，你若彼此相听，这样要对咱说你是我学生啊。咱要对彼此，耶稣甲咱讲你是我学生，老彼得甲咱讲，伫相听中间带彰显上帝听。咱家己常常咧看咱的缺点。你是毋是会使对即个缺点的中间找一丝来优点？咱常常讲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较爱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你每一个人，你感觉即个人足讨厌，总是伊嘛有伊缺点可怜之处。咱对每一个人，你感觉足讨厌的中间，你也找看有一丝来优点无？咱伫无完美的中间，咱去找你通欣赏的所在无？像我完全无完美，我足侪瑕疵的，我会当带着阮某，好佳哉阮某到底拢感觉我袂歹。
较忍耐咧，啊，都加我啊，啊嘛遮济当啊，啊，都相对的这种，咱毋知有法度通对咱的子女，对咱老爸老母，对咱这兄弟姊妹中间，对你会感觉讲，这人足无好，总是我对这个无好中间，我找伊的优点，我找伊的优点出来啊。优点就定啊，我对人口啊开车高车，我讲你会踢着车，伊讲啊踢着车嘛，不要紧，伊足爱来做礼拜。我伫生活看到拢是优点。阮太太讲，我两个优点都比个差足济。我讲无度，我较含，总是相对的。咱每一个拢有每一个人优点，有每一个人缺点。我无实在即个代志无应该去讲，总是我希望要去讲一遍。我大四的时阵，我迄阵准备要预管考试，佮3个月大四就要结束。我已经头路4条，对树林之间4条已经出来目口。出来目口，交我同学罗小平两个住迄个顶楼的顶悬，租一间厝500块。迄是热天人吼，迄无，迄毋是热尔，热天人穿内裤都规身躯干的啦。啊，阮两个尾下拢无钱啊，拢甲买吐司咧食。一边基安来共看我讲，哎呦，恁哪安尼？啊，等身躯用出来，等2000块咧，讲伊带家教的钱怎甲等落？我等处理，基安可能袂记一啦哈。这代志基安袂记一啦，我记伫心肝内啊。这是这兄弟中间的疼。迄个2000块，互阮会当冻3个月，冻啊到阮考试考了，大学毕业。2000块可能对阵来讲无济，但是迄阵来讲也是，伊1个月所有家教全咧甲等落，拢无讲第二句话啊。当时我今日咧讲是毋是咧偏帮任何一个人？我是讲即个感动的，每一个人，你真真正正用疼心咧对待人，这个真正会啥疼啊？所以我感觉讲我的信仰啊，甲其他比较差足济，伊是真正一个信仰有信仰的人。我但是表面的是我较风光，但是相对我感觉上帝面前，伊得到较大的接纳。所以我咱无一个人看过上帝啊，但是咱若彼此相疼啊，上帝就伫在迄内面啊。咱彼此相疼的心，伫上帝面前得到完全啊。相疼时啊，去互相找对方的优点。咱看到这企业家啊，不管是什么长荣航空啊，顶面无多闹啊，金兰酱油啊，美孚饭店，美孚卖得牛肉足有名的。足好嘢人呢，特别你若伫遐咧玩的时阵，阮常常要甲讲，安尼这钱摊迄拄有教会，迄个自身机构，你着伤济钱啊，就是伤济钱，毋拄请呀，拄冤。你若今日无遮济钱吼，你特别冤家啊啦。第二乡听你乡敢会计较袂？会哦。先甲咱讲啊，因大汉着足不平的啊，去找老爸讲啊，老爸啊，我做个流汗，互你嫌啊流，我做媒做人呢。啊！你都连抬一只羊啊，像我这朋友都无。啊！这个放荡子伺候嫖赌，将你的财产开了了。啊！你倒来甲得个抬迄个上辈羊讲互伊，安尼够公平？其实圣经内面无批评一句讲这个大兄毋对哦。咱注意咧读圣经，就讲大兄你迄个毋对，无。耶稣讲这比喻时，完全无批评伊个大兄。伊嘛感觉伊大兄嘛有做到一个工课，是安怎？伫小的代志中间，伊尽忠，伊尽忠做大兄的责任，伊逐日去拍拼，逐日去拄啊无用，总是到真暗的时阵，爱就倒来。伊做的工课，伊尽忠伫个时间，伊伫上小的时间又尽忠，总是无放任圣经内面有甲咱讲一项代志，你爱足细致的，莫计较啦。有当时咱真好计较。我计较你平较济，我较少。我伫今年吼，所有的办啊成迄个件数绝对我上济。好讲，反正你也袂计较啊。反正当代志大案件你一定会办，都一直办。所以讲我常常笑讲，代指名讲蔡崇义委员。我常想讲我一个人他会当办遐济，不要紧，你要指名我就会当叫人倒查。你会办啊？你会办，你会伫人面前，伫小的代志，你爱慎重啊！你伫小的面前的时阵吼，你毋通甲人计较啊！有当时人足爱计较啊！哎呦，伫工作上，像我做着便宜较济，像我伫教会上，我都便宜服侍较济。我是阮那乌巴应该上高计较得着。
我就是十遍拜三就开始在编辑啊，在找物料，在找遐资料。啊，讲拜六吼，伊讲听着讲顶礼拜安尼面乌乌了，讲今日去从这灯光升起、布置升起用个好势。拜六我拄敲电话，讲我拄伫教会，我逐遍啊拜六敲电话，伊拢差不多伫教会，伫遐无用。伊欢喜啊，伊无计较啊。现在这是服侍上帝啊！这毋是啥物人惊啥物人计较，最后一项是真正的可贵啊！我头拄甲咱讲，咱的家庭内面爱互感觉讲，阮即个家庭真正是互囡仔，假使若无做毋对的时阵，伊会想要回头。特别甲讲啊，即个囡仔是胖见啦，啊，再搁找着的呢，死去搁活的呢，咱爱安怎欢喜快乐啊？一个人要失恋，滚到上帝面前来领洗的，是天顶开天窗，吹号角来欢喜的。咱毋通咧感觉讲，哦，我本身是偌牛拄偌牛的。咱看即个影片倒片的时阵，一个老爸就甲因查某囝讲查某囝，你来看吼，啊若较输吼，爸爸剃光头吼，会足好个吼。讲好啊，足趣味的啊，啊无我剃光头，你也来剃光头。好，查某囝跟爸爸两个种欢喜，都剃光头。因为查某囝第二日要去化疗，头毛会落去，爸爸先头毛剃好掉。咱看到这个故事嘛呢，早讲因迄班的同学啊要化疗了，规班拢剃光头，拢总来报伊。这是真正的傻听。咱看到正面这张图，这是一个老爸啊，火烧厝的时阵，伊将伊查某囝啊手甲扭咧，啊蹛下骹，讲紧叫查某囝因下骹紧铺迄个跳电，吼，迄个传电铺咧，伊将查某囝放掉的时阵，因才发觉讲迄个火吼已经将伊的衫拢烧，因老爸迄个火烧伊较才歹势，因老爸手又完叫因查某囝搭路因，迄个传电铺好，伊甲放好落，手叫因老爸的时阵，规个较才偏，规个拢叫烧着。人家问讲，你敢袂疼？迄火咧烧的时阵，你敢袂疼？我都袂记你疼，迄阵敢会记你讲我的查某囝是毋是会当得到救尔？总是我甲放落了，我讲哦，才够疼，紧扶落。这叫做老爸啊，伊袂记你疼，所以先甲咱讲啊，孝敬你的爸母啊，爱听你的爸母，爱尊敬你的爸母啊。有时候不如直接甲咱讲啊，好尊敬爸母，孝敬爸母是第一条有带着应允的戒。什么叫尊敬？什么叫做孝敬？你一世人对你老爸老母，你真正出对伫你的心。我想在座有真侪人已经老爸无伫咧啊。我伫台东做院长，伫家乐做院长。我一日上，我的太太伫遮，伊就知，上少拢敲1点钟的电话互我阮兜。从我开始出来伫台北食头路，一日拢敲1点钟的电话对我的厝，迄阵拢我妈妈接的。我妈妈中风了，就阮爸爸接。逐日拢两个开工1点钟，啊，其实吼，拢我来花牢骚较济啦，啊，今仔日哇！但是小我当着代志的时阵，但是大讲呢，因为我毋知要讲互谁听。但是其实我毋知要讲互谁听，我讲我太太听了的时阵，就听一遍啦。我的老爸有一部好处，对我一直讲，啊，嘛一直听，伊拢讲一句爱忍耐啦，爱忍耐。咱基督徒就是爱忍耐，咱基督徒就是爱忍耐啦。所以做咱主女的，毋通互咱爸母忧伤啦。就这放荡做阵，爸母会有种会哦，毋通偷摕，毋通即句足重要，毋通轻慢你的父母啊！我的爸母哦，连 iPad 都袂晓用，啊，人咧线上直播吼，哎哟，人咧看，啊，你连这也袂晓。我你都袂晓啊！咱讲咧线上预约，咱就来打疫苗，讲咱这老岁仔人去线上预约，可能对我来讲无问题。我最起码有秘书人替我用啊。啊，山上遐老阿伯老母，你讲叫伊拍电脑。我都毋是要甲买伊的命，你要去线上预约，毋知遐理事拢讲为着伊安尼无用啊。总是可能即个科技方面的处理，总是你毋通袂去进，伊甲你试断，伊就是你老爸、你老母，你会永远尊敬伊，毋通轻慢伊、看无起伊。我强调一遍，你的爸母是永远受到你的尊敬，袂使看无起伊。你有啥事个人看无起？好，有当时咧讲，阮老爸啊，逐项都袂晓，啊，这也袂晓，迄也袂晓。伊自细甲你读西读就伊袂晓。当伊身躯无爽快时，你会甲读西读就袂。
有当时啊想看觅咧，当你家己饲囡仔时阵，咱看到先帝2礼拜前呐，佮就甲线上访问，伊讲我8月21号预产要生，结果过当这礼拜用，就传来讲先帝要生啊啦，已经去病院。那先帝讲一句啥话呢？我要生个小传道人。这句我足感动的呢。咱这少年生囡仔讲要做小传道人，足水的一句话啊！迄个心嘛，我这个囡仔出来以后要做传道。传道当然各种种有传一个传道，兼一个传道啊。总是伊就是要传上帝。我生我这个囡仔就是要有信仰，这是偌水的一项事呢。所以咱做父母的时阵吼，真重要，要建立一个听的家庭。咱咧做逐日替子女祈祷。我已经40几档仔前，我的后生查某囝出世，迄日开始，罪伫巴肚内开始咧。我逐日都替祈祷，我祈祷毋是互因功成名就，我祈祷互因毋通离开因的信仰。上帝该管教，上帝牵伊的手行。像咱头拄要做礼拜以前，迄个李宗义牧师所做迄首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哦，请毋通离开我。我只有期待我的子女一世人咧对着上帝的祝福，牵因的手行。咱逐日替因祈祷，咱嘛以身作则。咱做老爸带花莲酒地，你来叫囡仔，老爸啉啊醉，囡仔对伊带后壁安尼行，一看即个。咱咧本身以身作则，咱咧做子女的模范。伊上无若见着路的时阵，伊会想啊，我的老爸就是安怎，我会搁紧倒来。上重要，爱奉上帝的名甲因祝福。雅各用钱啊、红豆啊汤去骗着伊老爸祝福。咱随时都会当替你的子女祝福，有当时你毋肯做呢？你逐日有替你的子女祈祷无？你逐日有祝福你的子女无？咱逐日要祝福，我定定讲，若做礼拜了后，听到你牧师的祝祷，我的心就安起来。规个礼拜上帝给咱伫咧，这叫做祝福啊！你有替你的子女祝福无？若无，对今仔开始，你每一个人替你的子女祝福，祝福因，毋是祝福因安尼偌做偌大事，要趁偌济钱，祝福因身体健康，祝福上帝给因三甲伫咧，祝福因平安，祝福上帝稳定，给因三甲做伙。对个子女，互老爸老母快乐，总是关到你的囝，互伊得到安息，你的心内嘛当得到快乐。咱所看到的时阵，一个囡仔清华大学，迄大陆是重点大学哦，毋是台北是大陆的。这个囡仔头壳足好，考到清华是参政内面上大的样师，但头脑足好的。虽然理工考试吼，伊拢凊彩读咧，感觉会当应付就好。逐日拢爬树啊，去打电动玩具啦，去网咖啦。结果有一日吼。爬树仔过了，向阳转，无爬转再走来宿舍，面白四散，坐落来开始拍拼读册。大拢讲伊犯着鬼，足认真读册，却变第一名毕业，代表毕业生致辞。结果伊爬起来，看到伊老爸，讲爸，我今仔先来得第一名。伊老爸，大拢一直看，毋知啊。你去一边吼，我带爬树啊，要去拍电动玩具。爬去，我看到你坐裤伫倒伫下骹，坐咧等，因为因兜足远诶，来到遐拢暗嘛。过倒去我问你，讲爸，你昨暝伫倒过暝？伊讲无啦，我著凊彩去边仔找一个女舍。伊连女舍字都毋堪啦，所以讲暗时摕带因诶手啊，拄啊困啊到天光，摕迄个月生活费互伊。我自迄日开始，我著。我昨天要读第一名，无阮老爸特别摕钱来，拢带迄个围墙的边仔困一暝。阮老爸为着我牺牲啊！你敢会当为着伊牺牲？咱这边来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吼，我头拄甲试过吼，迄个那个音节稍微有点高，咱先听一遍。那个尤里了来吼，尤里，那个你会不会唱父子筷子兄弟？不会哦。来，无咱听一遍都因为足悬的，我惊我台唱袂出来。咱一面听一面来回想看觅来。这边首迄个歌词，虽然是圣诗，总这歌词内面，互咱知，咱的老爸其实是无对伊啥物。
你来当摇唱的人，天声来对你唱，啊，若无来回乡看卖咧。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。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一声遥响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，收下吧。谢谢你做的一切，双手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咱的老爸，你回乡看卖咧，常常带你做工，无讲着一句话，你袂带屏幕讲我做偌济。当你的老爸无伫的时阵，你感觉你接受伊的？有当时你要找一个，是讲一个话，你唔知要讲啥物。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我就希望用我一切搁换我的老爸一下，一日了好，两日了好。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，收下吧。谢谢你做的一切，双手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我哋天的现在天悲，多谢你信守我每一个老爸，为人有一个，为老爸无一个，总是阮的心永远少年。我的面前，我的老爸渐渐啊，伫遐付出伊的命。然后老爸人，希望我每一个做主女的人，用最纯净的心，用最跳动的心来对我的老爸。我老爸人无伫的时阵，做空给阮每一个人会当谨记阮老爸对阮的教示，会当成做一个有信仰、互上帝、互人所听的人。做可能班全照顾阮每一个兄弟伫你面前所有的侍奉，有遵照阮老爸有遵照天父你的意思。天父你听阮每一个人，天父你有听阮每一个人的声。感谢主，阿弥主，啊，祝每一个老爸父亲节快乐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奉献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请师贤甲奉献袋仔。请起立来献奉献诗。请坐。即时我来报告进前，咱来读本周的经句2解。老爸甲伊讲：囝，你常常甲我伫地，凡我所有的拢是你的。若是你即个死有搁活，死了有搁得着，咱应该欢喜快乐。搁一摆，老爸甲伊讲：囝，你常常甲我伫地，凡我所有的拢是你的。若是你即个死搁有搁活，死了搁得着，咱就应该欢喜快乐。路加福音第15章。即时咱来看奉献报告，若是有处理，请向本人还是会计来反映。则有补充一下吼，就是即礼拜有3笔家己会理建堂基金的户头的吼，有三位吼，因为作业时间较短吼，咧周报来不及印，所以会列入后礼拜奉献名单内底吼，请注意。过来看消息，奉献的建堂的部分，请家己参考吼。即马奉献建堂的部分的经验有继续咧讲吼。再来看消息报告，甲大概有事项吼，我重点来读哦。今日是父亲节哦，祝各位爸爸吼佳节愉快，平安喜乐吼。小等的教会嘛有准备迄父亲节礼物哦，请小等的爸爸吼就免客气哦，尽量吼来摕安尼。过来看具体的交通甲大道的事项。今日礼拜以后吼，要举行8月份的庆生会吼，名单阁有小等的祝福吼，小等咱会后吼。来到庭来主办咯，嘛要请蔡崇义长老来为遮的来为遮的寿星哦，来祝福。第二哦，就是关泽伟甲萱萱的8月初1吼，喜获女婴哦，感谢主哦，母女平安，也继续。来为这新生儿甲萱萱做未来的代志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台湾的这疫情解除来代祷。第四，为着教会关怀事工来代祷。第五，也为着领受圣灵充满来代祷哦，求圣灵来管理咱的人生哦。第六，为着身体欠安甲代祷。照顾因的亲人来代祷，恳求上主来扶持哦，来行过遮艰难的时刻哦。第七，为着洪文龙洪胜伟甲有洪朝信，因这规家信用、健康、学业、徛居工作等等的事项来替伊祈祷。补充一点就是第8点，就是因为即马咱看电视都知影讲南部即马水灾最严重的哦，嘛为着遮水灾的这受灾户哦，来替因
台岛哦，那看伊紧在这水灾疫情哦，紧动来啊，这疫情后面的复原哦，嘛会较顺利哦。那以上即是咱为着遮个代志来台岛啊，请起立。亲爱拜拜上帝，感谢你会使，互咱离遮斗阵来做伙来学罗你。咱2个月前，咱无法度来聚会，即马才知影讲来聚会是偌水的代志，偌宝贵的代志。咱失去以后，才知影讲这是上帝赐予阮的福气。主啊，愿咱求你会使继续甲这个好气，来继续，互阮继续会使聚会，也为着这全世界的这疫情，会使求主快快甲退散，也为着台湾会使这疫情解除，等等的重点的事项，嘛会使求主来领带。咱遮嘛为着关泽伟甲萱萱因做未来甲新生儿的健康成长来台岛，也为着教会关怀的事工来台岛，来为着全教会的信徒，拢会使彼此会使关心相连。上后嘛为着身体欠安，甲照顾因的亲人来台岛，求主赐福因、医治因、甲照顾因。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是要三甲来吟诗信息第402首，吟诗后，请林牧师来教导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通去平平安安去啊！愿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甲恁三甲之地，保守恁、祝福恁，也赐福互恁平安，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，麦倒闭会。即时要来举行8月份的庆生会，寿星的名单，我来念好啊，蓝雪芳，庄雅文，还有泽荣，还有文荣、婷荣，还有百灵，加田怡、雅静、淑女，还有欧淑英，还有文英，还有骆元生执事，还有陈秀梦、周玉明，还有雅婷，还有丽香，还有陈国义执事长老，还有淑媛、欧任君，还有邵哲、韦婷，还有明珍姐。那祝他们生日快乐哦，主恩满意。那是本月的生日哦，有遗漏者也请告知哦。那也并大家一起来庆生哦。那我们先来唱生日，我们有寿星的，我们都先起来好了。有寿星的，我们先起来。好 ，OK。那我们来唱为他们来唱生日快乐歌，第一遍唱英文，第二遍唱台语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那。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。来唱几版英文呢哈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咱请咱请请魔术哦，替遮寿星来祝祷吼，我因福气满满呢。虽然咱大家拢坐咧，讲我会徛起，嘿嘿，真奇怪。总是遮个代志要看见一项，不管我徛咧，不管你坐咧，咱即个时阵要看啥物？要看啥物？看上帝来祝福咱大家，上帝恩典伫咱的内面，好事咱感谢上帝。除了这以外，还有啥物？还有生日快乐嘛！出世的人，检采毋是今仔日出世，出世检采是古早到这个时阵。比如我来讲，我以前嘛是细汉囡仔，总是即马吼已经超过8个以上去。这嘛是上帝恩典互咱。既然上帝将祝福咱的时，要互咱做啥物？互咱会晓起来。一路面看家己，一路面看家己对家己的是大人，对咱的是大人教了后，咱看教会内面，教会内面上帝伫遮用什么物件伫做什么？爱咱伫即个所在伫做上帝的工，咱大家恭恭敬敬伫迄个所在来做，这才有啥物意思？我徛在遐讲到遐尼济，有啥意思？检采无意思，总是你坐地、徛地、想着、讲的，伫遐你要看啥物？
看到原来上帝你伫遮，我互你出世，伫即个所在会通活，会通行，会通跳，最好诶代志。所以恭恭敬敬祝福咱今日生日快乐！所有今仔日诶快乐，歹势啦，毋是咧讲遐个人，要紧诶是讲才会受祝福，或者会生日，一个一个，咱的确都爱会记得。咱今仔日甲因伫地，咱会通想你伊，常常甲伊相甲伫地。我想是，我常常拢会安尼感觉。我若徛伫即个所在，来咧祈祷，祈祷中间拢是讲爱祈祷嘛，对无？啊，祈祷什物人？啊，为什物人来做祝伊祝祷？上帝甲伊相甲伫地。有时阵坐地吼，我要甲咱大家讲声，我是真爱甲你做这样事，总是想倒转来讲，啊，你叫做什物名？啊，你是什物人？伫迄个所在感觉讲。本身若伫即个情形时，我常常感觉讲足艰苦。我若会通伫咱大家兄弟姊妹，甲我大家拢总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，三甲齐的时阵，我想我会祈祷，望带上帝恩稳定祝福大家。我想我会通得到，当然真欢喜。这是上帝欢喜，就是大家拢总得到祝福。啊！我徛在伊个边仔吼，看到伊快乐，我嘛才会快乐。无恁若拢毋快乐哦，我快乐无有啊，对无？所以我伫这个时阵要甲咱大家讲，咱用即款的稳定、时温来祝福，会记得祝福，祝福伫倒？祝福伫上帝，祝福伫倒？祝福伫咱的教会内面，祝福伫倒？祝福伫兄弟姊妹、兄弟姊妹的。兄弟姊妹伫即个所在咧敬拜上帝的人，搁一项伫即内面看起来，敢若亲像小的人，总是细汉的人，竟然是上帝伫祝福的人呢？遐生日呢？遐咧上帝咧祝福的人，咱毋若是看因欢喜，咱大家也特别为着遮个人伫遐来甲伊祈祷。求上帝对头到尾，常常伫遮用即个风气来感谢因。我是毋茫啦吼，我刚才讲了对毋对，我毋知。此时我常常是安尼感觉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只要你是伫即我的面头前，互我知影你甲我三甲做好朋友，毋是真好的朋友啦，至少小可。歹过数啦吼，看一个人安尼，我就感觉讲真欢喜。伫即个真欢喜的内面，我所做出来，就是讲我常常因为你的中间，带伊带到上帝面前。我伫遐为着因来祈祷。虽然我对伊毋是讲好我愿意做，总是我若将上帝的旨意来带到上帝面前的时。我甲恁讲的是，伫遐有上帝祝福的物件伫外面，迄个外面是留到伫迄个听上帝的人。所以有时阵咱咧讲奇怪，咱甲上帝做伙，到底好啊毋好？到底是要安怎？我甲恁讲，毋是。上帝要紧的，就是当你甲上帝有斗做伙，真正合一个嘛好，真欢喜，福气就伫遐。所以我望咱伫住伫地上的生活，虽然虽然今仔日咱竟然毋是8月出世的人，咱感觉讲我也毋是啊，甲遐出世的人有啥物关系？毋对。虽然你本身，比如讲，我即个时阵用8月吗？其实我才7尔，7月的人我就去做遐代志。总是即个代志，毋是讲因为我安尼做，我家己欢喜，时间若过了就好无去啊，安尼不足。我家己是，搁伫遐咧出入，也虽然出了后，我的生日毋是今仔日的以前的代志，总是我甲恁讲，
当咱的智慧放伫遐，上帝照顾咱伫地，保守你，也保守你的朋友、兄弟姊妹。敢才是过去的生日，总是还佫有未来的日子。所以过去的日子，上帝咧祝福。死后了后，日日你甲上帝相甲做伙的中间的是，上帝袂离开你，伊常常会甲你相甲伫地，常常好好伫遐来荣光上帝。所以我这时阵哦，无代无志看到遮个，哇，遐有啥物物件，我毋知影。总是即摆看了知影，哦，原来有生日出世的人伫遐。看看咧，哎，好像我敢若毋捌看到款。总是，竟然是咱教会兄弟姊妹内面的中间三角有通做伙的人。所以无论如何啦，今仔日咱伫遮咧欢喜快乐，也伫遮祝福遮的人的是，毋望我欢喜出心，伫遮来为因祈祷，来求上帝祝福。当然也毋望咱大家带到即个做尾流啦吼。上帝做头前无要紧啦，你带后壁嘛了啊地咧，也互我有头前有后壁，安尼大家三角用欢喜甲快乐来祝福即件代志。所以我即时伫遮大声带大家甲因祈祷，好吧？好，今仔日得出世的人会通后后世世日。拢得到上帝恩，来，咱三个祈祷。听阮的阿爸，阮的爸，阮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。你对打到现在，你是永永远远克服世间人，互世间人听上帝的人，的确拢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今仔日，阮的兄弟姊妹，即个时阵有踮伫阮的内面。伫阮的教会，伫阮的兄弟姊妹厝边背后，伫即个所在三角咧顶动的时，主罗卜特别要对你祈祷，恳求上帝，你会引带领阮遮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到伫你的面前来遮服侍敬拜上帝。上时阵也听见生日得快乐的时。祝阮议员通进入上帝恩典，来得到这欢喜快乐，来祝福伫所有兄弟姊妹人的中间。真期待咱今仔日兄弟姊妹所有的朋友拢踮伫遮，也望上帝议员伫你的支持位，毋嘛是敢若徛伫你的支持位，搁较要紧的是上帝的座位伫遮，伊要甲你相甲伫地，伊要保守你。伊要祝福你，所以愿上帝恩典祝福伫今仔日兄弟姊妹伫遮咧倚靠上帝、行上帝旨意的人，愿主祝福大家。罗卜就将这个事交托你，愿上帝用听伫兄弟姊妹中间，或者的兄弟姊妹，愿是阮的主祝福阮。罗卜就用安尼恭恭敬敬来恭祝上帝的话题。来施恩，来祝福，互遮个人拢安安稳稳、好好势势伫伊的面前祝福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诶，祝福满满哦，不只是寿星哦，还有在座所有人哦，拢快乐哦。啊，加嘛先在座还有线上的父亲哦，啊，先告知就是说父亲节快乐哦。好，啊，今日的聚会到这，啊，Go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先在座的，我们先发放那个父亲节礼物哦，感谢父亲哦，这样子对我们的提携照顾。好，谢谢。
进前是母亲，即摆换父亲啊！安尼哦，Sky 我们会帮你们留一份，你不用担心。嘿，Sky 赶上了今年的父亲节，这样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礼拜就到这边为止。